社区妈妈出门买菜，看到大包小包，行伫返去厝的路上，若是拄到高低差顶仔卡，就要出来挂菜拿，才会当顺利通过。但现在有了这个友善斜坡后，互买菜变了更加轻松。你拢是安怎用的？我等个拖去。拖去，敢会较食力？较重啊。较重啊！即摆有这斜坡，安尼较好势拖。这个计划呢，是因为我在社区里面走访，那我发现呢，我们开元路这边的店家骑楼呢是高低不平。那我们社区呢一些长辈呢，到菜市场也好啦，甚至到我们的邮局诊所呢，他们呢都不太有办法在这个骑楼上面行走。然后，尤其是对于行动不方便我们推轮椅的啦，或者是用着助行器的这些长辈，他们有时候甚至推轮椅的呢，要到我们的开元路上去跟汽车、公车甚至机车争道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跟着我们成大建筑系的学生呢，我们就利用简易的这个木板斜坡，然后利用斜坡让这个道路呢能够更顺畅。成功大厦 USA 计划。这次特别结合振兴社区以及钟楼社区所做的研究，希望造予社区民众更加友善的街道环境。除了打造友善斜坡、高低差警示，另外还有友善街道家具实验等。如果社区的街道有这些算家具嘛那你觉得对你们来购物啊或来采买有什么帮助吗？我走路也可以坐下来休息，蛮好的。经过长久观察之后，我也跟就是周边的几个社区进行访谈，然后发现其实长辈都认为说，就是他们只要可以走路就好，然后走在马路上自己小心就好。可是其实骑楼空间是对长辈来说非常友善的一个街道环境，所以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实验，其实是通过钟楼跟振兴两个社区的长辈跟我们一起做了踏查之后，那我们拟定了，就是因为骑楼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那我们先从就是小的问题可以用一些临时的装置去改善的问题，像是刚刚看到的固定式斜坡，然后今天做的这台友善街道家具，其实它是算是一个示范，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路段是可以先做顺平的，那可能到这个车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想象一种未来的街道生活模式。民众现在来到开元市场周边，不妨会当来体验看卖友善斜坡、高低差警示以及友善街道家具所带来大新甲方便。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